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民众党的党主席郭文摕去互指控，顶回选总统的期间，政治现金高达916万是申报不实。郭文摕拄则甲伊相关的幕僚黄珊珊、陈志涵等等开记者会对外来说明，针对着不实的申报，黄珊珊来道歉，讲这个钱拢用伫咧选务，嘛拢有支出的凭证，会漏报虚报，是因为会计师班宜行事，无照因提供的明细甲小目来做效，因会来追究着法律的责任。另外，台北市议员钟小平一透早就去地检署来告郭文摕，卡着背信、政治献金法等等5条罪。有查到发票是怎么来的吗？一出现就互媒体包围，民众党主席郭文摕金流的争议是继续咧烧。那互活动的行销公司尼奥甲时乐指控讲开假的发票，一透早阁有3组人轮流甲北检来告发郭文摕。柯文哲，然后李文娟、李文忠，然后端木正跟陈佩，认为极可能是伪造的。指控900多万可能是伪造来的。钟小平告发郭文摕背信罪、政治献金法、和公务人员真在不实罪等等5项罪名。北检裁部检察长嘛召开专案会议，决定要主动分案调查相关的案件。不过，尼奥伫咧2022甲2024选举的期间，敢若是接民众党的活动就探入的1亿。负责人戴立玲佫较传出，甲民众党立委黄珊珊的交情真好，两人为2022台北市长的选战就开始合作。尼奥毋若是甲所有的活动拢包落来，甚至佫会当参加内部的会议。2024总统大选，黄珊珊无顾党内反对，要消停这个配合度无悬，毋过报价真悬的尼奥。他的朋友叫黄珊珊嘛，打电话没接 ，LINE 的讯息就已读不回1天多了哈。账务上面有很严重的瑕疵。种种复杂的关系，拢会算作是财务的把空。郭文摕若是亲身来回应，搁找当时的竞选总干事黄珊珊、副总干事陈志涵、财务长李文忠来做解说。不过，这么大的金流问题传出的定调组无人下钱，是过价甲财务长所犯的价格错误。确实是也有一点担心吼，我是绝对是相信跟信任主席的清白啦。竞选经费流向不明，蔡壁如嘛表达有感受到危机，就算是安尼嘛，相信党主席无乌西。若是要证明，就要先查清楚，这个钱到底是流向倒位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